嗨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VV170巴士動態頻道。我哋有 Roblox 遊戲，同埋行車記錄及巴士圖片分享。咁樣我哋就正片開始啦。港島特別巴士路線通宵服務 N72，由城巴營辦，來往華貴村及鰂魚涌海澤街，途經田環、香港仔、黃竹坑、香港仔隧道、銅鑼灣、炮台山及北角。N72與 N90線共同提供南區與港島北岸間之通宵巴士服務，兩者互設免費轉乘優惠，班次亦經特別調校，使兩者同方向的班次於相約時間抵達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，方便乘客轉乘。在路線表令中 ，N72線初被列作獨立路線，於2015年改列72線的特別班次，再於2023年6月重新成為獨立路線。太逼真的屋好似像，太堅穩的隔膜圍牆，太繃緊的腦部何時有煩惱着？你可知這個地球上有千億種怪異模樣，發出酒館照着迷幻告別惆悵。雪國裏那雪獸心奇香，斜角裏發覺有麻瓜演奏一場，暗笑我這歲數愛幻想，你卻變作頑石心不知癢。陪我迷上風浪，越過環變新遊，十塊木碎伸手學絲小魔咒，踏遍無數星斗，雲與我喝清酒，忘記俗世幾道繁瑣的爭鬥。爬進時間沙漏，10秒內看春秋，如此自由，差不數說然後。有飛濺於馬路停着，有妖精於鐵道呆着，有魔女沙發上沉默為誰坐着？再等等一世未中獎，再等等多世就結上當刻，跟我撕去舊模樣。怪鳥說帶我看太陽花，螞蟻說要放肆馳騁於我膝下，我約你，你卻說要回家，明明還能遊歷幾多驚訝，陪我迷上風浪，越過環變山丘，十塊木碎伸手學絲小魔咒，踏遍無數星斗，雲與外喝清酒，忘記俗世幾道繁瑣的爭鬥。爬進時間沙漏，10秒內看春秋，如此自由，差不數說然後。假的怎麼知假的，到底怎樣辨明？假使根本搞不清。